三座普渡好家己，平凡正现大作为，准心正等愿众生，伊着好体恁家己，望你认真。感情愿交予天，受到爱名利，清楚思明是这世，真一担期望世事，做过失败。修道本分是啥物？以身作则，合规矩，三千事情有智慧，严格行爱良心对，知恩报本。心愿志，提出决心甲勇气，斟酌考验，提醒你，无提升就对落去，受到中名利。委屈受了不动气，天人托付担会起。虽然规定减算命，成就非凡好根基。